咱个继续来关心两岸局势真紧张哦。虽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 APEC 会议顶头，否认2027年也是2035年哦有拍台湾的计划。咱个国防部长邱国正是表示讲，咱嘛是会继续来备战。另外，国民党的不分区立委的名单有前海军的司令陈英康，民进党的名单有吴雄，学院的院长辛碧阳。部长邱国正嘛表示讲，拢尊重，嘛无评论。媒体是问讲哦，吴雄学院敢未来真做是咱国军的编制？邱国正是讲，成立这款部队会真做是游击队同款哦，所以目前是未考虑。台海局势继续伫咧紧张，虽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拜习会顶头否认2027或者是35年有拍台湾的计划，不过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，国军备战工作未因为习近平一句话就做改变，不会因为他讲的一句话就把目标转到2023、2025、2027啊2035。建军备战他没有停的，国军建军备战，他主要目的就避战，但这个避不逃避的避，就避免发生战端。因那不分区立委名单，国民党甲前海军司令陈英康列入去不分区，民进党列入去乌兴学院院长辛碧阳，外界伫咧要乌兴学院敢会列入去国军的建制里。一个战斗这种观念来看的话，要建这种部队，我好像陈友根会表示，这得建游击队，建军备战不会建游击队的，这个等于是逼不得已的。才用到。邱国正强调，民主国家提名立委人选拢表态尊重，未针对个别来评论。除了强军的外部威胁，立法院国防委员会也审议军事营区安全维护条例草案，外界也伫咧烦恼民众若准是翕相落去用法。邱国正表示，军人的枪毋是对老百姓，袂因为翕相这款无危害行为就抓起来，只是要做好清楚的界定，有危害的安全行为才会做处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